考选会进前公告要修正护理师国考的规则，外界认为讲是为着要解决护理师卡手无够，所以在降低国考的门槛，嘛互护理师团体是真不满。今仔早起，医界的5大团体因做伙去立法院抗议，因批评讲政府无要思考建设性的改革来改善医疗环境，敢若想要用增加名额来解决问题哦。因表示讲19卖伫总统府头前发起50日运动，真济抗议。 总量入法，病人安全，病人安全。来自全台西医中医起考护理甲药所等5大医术团体代表，15摆3早起到立法院群贤头门口抗议，呼吁政府正视基层医术人员的声音，将医术人员总量管制的原则修法入法。 因为咱开这门科系，增加招生，即会降低行政人员素质，和医疗进力更加足够。政府单位能注重一下我们这个医护环境的状况，希望我们让我们医护这工作环境可以变好，让我们这些原本流失的医护可以回到原本的工作。台湾医术人员大联盟表示，政府去年医科增开3间学术后医学系，今年中医、药学系拢增加招生，护理系也要增加。 甚至传出要降低国考难度，不止违反台湾教育公平性，护理人力欠人恐惊更加严重。这让我更不想成为护理人员。大家可以看，59.5趴。医师人员那到底是要多少？这个是要随着需求这样去做评估的啦。 卫福部长许淑媛强调，护理人力的问题是真多，外界较关心在用人部分，啊，不过其他国考训练甲职场环境等也需要斗阵检讨。啊，不过5大医术团体并不满意，按算19摆日会号召更较侪基层医术人员到总统府头前抗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